改命最直接嘅方法，行出去。同你講個真相，你而家90%困境，全部來自活動範圍太細，日日淨係屋企、公司、超級市場3點一線，有啲人連街都唔出，呢個唔係生活，係無形監獄。冇搶，但你自己將自己鎖死咗。好多人都同我講唔到錢，拍拖拍唔到，但佢哋根本唔出街，街工亦都唔打交道，連打機都唔敢開咪。唔好以為上網就夠。大數據只會將你困喺舒適圈，不停推你熟悉嘅嘢，令你眼界越來越窄。真正轉機喺邊？我見過好多例子，有人喺咖啡店撞到創業拍檔，有人閒逛書店睇到一本改變人生嘅書，有人陪朋友面試識到2年後結婚嘅另一半。屋企係休息地方，一入門大腦即刻轉省電模式，但只要你行出街，五官即刻醒晒，腰骨自動挺直，腦袋開始轉。呢個係人類基因入面寫好嘅生存本能。你缺嘅唔係自律，而係換環境，唔使逼自己過度苦讀先行出門啦。散步、爬山，一個人去咖啡館坐陣，就算唔講嘢、唔做任務，只要離開固定空間，氣就通咗，磁場就轉咗。我好多靈感都係同粉絲面對面傾，睇世界、睇新書攞到。如果我都成日匿喺屋企，早枯乾晒啦。所以聽句勸，想轉運就行出去，見自己、見眾生、見天地，好運同機會一路等緊你。